Hello，大家好，我係 Buffy 黃偉豪。港股嚟講，過去呢個星期整體咧都係叫比較反覆，咁其實就唔係話太有大嗰個明顯方向嘅。咁你見到都係類似係日升日跌咁嘅格局啦。咁曾經有試過23,600樓上，咁但係又打翻落嚟，可能23,200啊呢啲位附近，咁其實都係比較反覆少少，唔係話太有大嗰個即係走勢出現到。咁我諗最主要幾樣嘢啦，一嚟始終由翻4月中嗰啲低位啦，港股19260啦，上到去最高近期23,685啦，其實高低位都成4,000幾5,000點嘅升幅，咁的確其實個幅度係多嘅。咁而嚟彈上嚟嘅主因，或者叫做收復翻呢啲失地嘅主因，都係離不開個關稅戰嗰個嘅變化啦。咁講真，關稅戰其實去到呢日嚟講，都基本上咧都定翻晒落嚟啦。咁亦特別係見到中美兩邊嗰個談判啦，咁其實個出嚟個結果係比預期更加之好添嘅。咁所以基本上大家而家都放低咗呢個事件。咁雖然你話90日後會唔會有啲咩新嘅枝節再出現咧？咁呢個就冇辦法預計啦。咁亦都講真句，到時再睇啦。理論上咧，呢9日裏邊咧，就應該唔會有啲咩新嘅負面嘢關於關稅戰嗰邊嘅。咁所以就對於成個市，我覺得都叫做收復翻晒咯。咁所以都去翻23,000樓上，咁亦都翻去即係關稅戰前嗰啲嘅位置附近。咁其實基本上就還原嗰基本步嘅。咁所以講真句，如果你話即係成個零月冇開過倉咧，可能冇乜太大變化嘅。睇指數都係。咁但係我諗始終去到呢啲位，大家另一個問題都會問啦，就係究竟係可以再上啊，定係會有啲嘅調整啊，定係點樣咧？嗱，我覺得勢頭上講咧，其實港股唔差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要上咧，我覺得都絕對需要更加多啲新嘅誘因啊，新嘅一啲利好刺激先咯。因為始終頭先都講嘅就係收復到呢啲位，咁個關稅戰放低咗啦。咁但係23,000、24,000呢啲位附近咧，你睇翻個恆指個估值咧，又係近翻啲近年嗰啲交易頂嗰啲位附近，即係區間頂嗰啲位附近。咁講真又唔係話真係好平啊，或者特別多水位可能再望到上去。咁所以除非你話呢係有啲新嘅利好刺激，令大家對於整體嘅恆指估值可以再掹高，或者有個好大推動喺度。否則嘅話咧，其實我諗會係比較反覆啲為主咯。咁當然反覆得嚟唔係話冇機會試高少少嘅。咁但係我諗24,000呢位咧，我自己會覺得個阻力都會係比較大嘅，即係未必咁容易真係突破埋啊，企穩埋呢位樓上。咁但係反觀咧，我諗下邊嚟計咧。50天線啦，22,800嗰啲位啦，我覺得如果能夠企得穩咧，又唔係話太過差嘅。咁同頭先講到就係個關稅線嗰邊冇乜特別多新嘅支持出現咧，我覺得要短期真係明顯跌穿翻呢位咧，個機會性都唔算話真係好高。咁所以大體都係呢可能1,200點一個區間啦，嚟緊叫做住一個上落啦。我諗就未算話真係太大個方向。咁同埋講真句，其實呢一陣雖然話個指數收復咗好多嘅，即係收復晒咗個失地啦。咁但係你見到呢一陣嗰個成交咧，始終多極咧都唔同第一季嗰啲位嘅，即係第一季你見到係幾明顯個放量咁上嘅，咁但係而家就唔係咯。我諗都有機會經歷咗成個4月比較波動之後咧，其實大家喺個部署啊整體嚟講都會審慎咗，咁所以就都要係邊走邊看嗰個情況，令到嗰個交投啊所有嘢嚟講咧都唔敢話真係特別大特別多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動力上睇冇特別明顯增加到嘅時間咧，應該都係呢啲區間可能叫閒住咯。我自己大體會覺得係咁嘅一個情況。咁唔曳嘅，只不過要等咯。咁所以我諗咧，大家部署上睇咧，先唔講話咩貨咩板塊啦。我諗整體嚟講嘅話咧，咁當然啦，如果你係要部署嘅，可能就先即係。幾樣嘢啦，如果你本身個低位有跟到上嚟嘅，其實呢啲位可能食下啲糊啊，減輕翻少少啊，其實都 OK 嘅，因為始終我覺得水位上講可能有限少少，咁但係又唔係話需要清下倉，因為個睇法上唔係曳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冇跟到嘅話咧，我諗都係睺底先做個部署啦，因為始終你都要計值博空間，咁你始終而家唔係取得太多咧，無形間上車雖然個市唔曳，咁但係就難講嘅。咁呢個係大體上嗰個操作咯。咁而板塊嚟計咧，我諗都仍然維持翻就係一個分散啦，即係無論無論過去講緊有關稅戰冇關稅戰都好啦，我覺得分散喺呢啲市況都係比較合適嘅。
更加我覺得分散咧有部分咧一定要把握啲係防守性高啊穩健嘅股份身上。咁所講都係啲收息類啦。其實講真，收息類股份，譬如你啲內銀咧過去呢幾日都好強嘅，咁都係有啲仲市唔係就高，咁都反映緊其實大家都仲係好熱衷呢啲股份咯。咁我諗收息股都係一個好嘅選擇咯。咁而另外嚟講咧，要小心少少啦，就係啲金啊嗰啲嘅相關股份啦，因為金價近期都比較反覆。雖然我覺得3500褪翻落嚟啲位咧，其實可能初步差唔多嘅3200左右，咁但係就見唔到重拾翻之前嗰動力住。咁同埋正如頭先講，而家成個市場嘅氣氛係好翻啲啦，咁風險胃納都降低咗啦，咁所以提升翻啦，咁所以對於金呢啲嘅避險資產咧，會冇咁受追捧嘅，咁所以自然金礦類股份、金嘅相關股咧，可能短期都會比較反覆少少，呢啲都係大體嘅睇法。咁而至於科技股嚟講啦，咁當然啦。大部分都係重磅股啦，咁其實基本上同個市都係同步。咁但係留意翻啱啱過呢個星期咧，就兩隻啦，騰訊啊、網易啲大嘅或者騰訊阿里出咗業績啦，咁各異表現啦。阿里就表現得比較曳啲嘅，大家覺得，因為特別收入方面表現比較差。咁反而驚喜度最高嘅網易啦，因為個遊戲表現係比較強啦。咁騰訊算係中規中矩咯。但係中長線嚟講，我諗整體都唔係曳嘅。咁但係只不過就個別季度嚟計咧，可能暫時對於短期股價咧，個別都有唔同嘅一個影響先。咁所以呢個都有少少係限制住咧港股嗰個指數上嘅表現先咯。係啦，咁多謝大家。